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对。哎，就这里啊。这台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怎么了？我不砸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当跟他一样的烂人。这样想也好啊。走，带你去走走。嗯。哎呦，厉害哦！哦，哦，好，我来。又大了一点，看到没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吧。好了，走了，半小时哎。哦，好了，老板，这给你。谢谢老板。你好，看看哦，现烤鱼手烧哦。要什么口味？伯爵奶茶吧。老板一个伯爵奶茶，还有一个原味的，要不要？东西能吃吗？很好吃，相信我。又再一个，这不好吃。好了，开玩笑。嗯，好吃哦。好，蛮不错的。再让你睡一下好了。没想到你的制服我穿起来还行哎。哼，没有太小就好了。哎，只是裤子短了一点。没事啦，可以穿就好。来，趁热吃吧。你家早餐都吃这么丰富哦？对啊，我们家平常都吃这个。你快吃吧，天气很冷。不行，这么没东西，不行，拍起来。我开动了，快吃吧。怎么样？很好吃哎。多吃一点。真的很好吃哎。你以后喜欢吃什么，我就煮给你。收到。那这个耳机想送给你。这不是你很喜欢的吗？不要啦。你戴戴看呐。真的假的啦？你会戴吗？你插错边了啦，不是那边，我帮你戴。而且这个耳机要先放到脖子上，这样子，然后白色的部分在右边，
有插进去吗？怎么样？有吗？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赶快吃一吃。哦，你赶快吃啊！你多吃一点。谢谢。那我先回教室上课了。啊，好。发现其实你没戴眼镜比较好看。谢谢。那个，忘了跟你说，如果你喜欢早餐的话，欢迎随时来我家。OK， 走吧。拜拜。各位同学看过来，2年2班陈俊威确定参选学生会会长，现在要送大家东西，快点，要抢要快，要拿要快哦。要我当选的话，学校厕所会得免治马桶，免治马桶，是5G 基地台5G 基地台，大家一定要支持我，谢谢大家。同学来，同学来，免费红茶哦。记得支持陈俊威哦。我觉得学长，我觉得你看我超帅的。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记得支持陈俊威哦。谢谢，可以。这里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3，支持陈俊威哦，一起加入我们吧。好，谢谢。瑞瑞，你今天很帅哎，要不要喝红茶？你确定吗？林奈米，又是哦。跟我跳好不好？是我喝的，不能发吗？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你干嘛？看你今天真的怪怪的。哪有？没有吗？没有啦。你昨天晚上去哪？去朋友家吃到晚了。朋友。哪一个啊？你不认识啊？你哪一个朋友我不认识？好啦，改天介绍你们2个认识。那干嘛不来住我家？我家很大哎。好啦，你赶快吃。旭章他影片突然爆红哎，怎么办法理解？会不会是为了圈粉才自己捧上去的？他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很熟哦？猜的啦。嗨，老师。嗨，大红人。大红人。原来我那段表演影片就是老师传的哦。我想说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学校的社群呢？老师说会帮你的嘛。那现在我们人气的这一关呢，也就解决啦。谢谢老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讨论关于你的政见喽。主要呢是要让我们海城高中的学生有更多元的发展。哦。听主任说你这次竞争对手很强，你自己要加把劲，好好表现，知道吗？爸爸今天会早点回家等你，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。你怎么会来？给你饮料。谢啦。你也喜欢喝这款？嗯。
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了。我爸，明天有一个练团的，要不要一起来玩？很舒压哦。练团。好啊。好啊。问题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你来了。这里路会很难找吗？还好啦，看一下手机就找到了。好，走吧。我这样会不会打扰到你们？不会，他们人都还是我去买点东西给他们？不用了，走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里就是我练团的地方。真的蛮不错的。关键是看你啊，不要说别人，你刚才弹错啊。听到没有？嗨，各位，这是我朋友叶广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广。哎，哇，哎，原来你就是叶广哦，哎，哇，不错哎，哇，你这蛮高的哦。哎，我们起上场去。不是，嗨，就是我是 Iris。搭我的。你好。哦，不错呢，好可爱哟，好看。哎，哥。好啦，你这么热情，我吓到弟弟了。反正交给我。嗨，又见面了。上次真的很谢谢你。不用这么客套啦，放松点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为什么到一半就走？人家几张。干嘛？他是我的团长阿健，也是我的好兄弟。我们超好的。哎，好了，我跟你介绍我其他团员。这是我的贝斯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哇，你的手也太嫩了吧！好了好了，这是我们的鼓手 Iris。嗨，我是 Iris， 台湾最美的女鼓手。好了，最美的最美的，我们的吉他手小杰。嗨，我是小杰。你们要喝什么啊？我们这边有水啊，有饮料，还有……那你在紧张什么？啊，我替我们起张紧张啊！哇，可以，应该的，应该。真好。可以。练团呢？我们是不是该练团的？那你要弹哪一首歌？唱那首就好了，去，快点。好了，好，另外，那行，艾瑞先下。可以啊。坐。坐吧。Baby, you can take it away. In my pocket, no matter what they say. Cause I like it, 让心跟着自己，逆风飞行，看着美的风景。你们晚餐都这么早吃哦？肚子饿就要吃啊。你应该也饿了吧？哎，我刚洗的水果啊。来，叶广，还有蛋挞。谢谢。哎，你赶快吃啊，不要再忙了啦。开动。有刀叉吗？不然怎么吃？啊？当然用手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用手吃才好吃。还是你要？那吃吧。哦，
谢谢。炸鸡还很多哎。你不吃吗？你吃就好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